延平郡王祠起造，伫明帝国1662年以后，这个所在主要祭祀的是开大圣王。郑成功过往了后，民众感念伊伫遮开垦发展，就甲号做开山王庙。买手捌定修理过，毋过无偌久佫倒去。1874年，因为发生牡丹社事件，辛宝晶奉派来守台湾，伊甲顶死造请，甲即个所在改做延平郡王祠。佫伫春秋2季办祭典。1895年，日本人统治台湾了后，特别奉送郑成功足忠心爱国，佫强调郑成功嘛算日本人，就安尼甲改做开山新社。战后1963年有佫重启，嘛甲主要的祭典设伫4月29即天。